OK， 安尼你对顶头拼 link，就会当看到咱文本的，或者是我若现二点书店的时阵，看会到二点书店吼。就伫咧 YouTube 直播的画面顶头。好，咱今仔日要对1654年10号拜六开始读起吼。迄只加入船佛罗摩萨号今仔日已经准备好出航的代志吼，将会伫明仔载，若是蒙受上帝的悦纳啦吼，将会伫明仔载吼启程航往澎湖，船里装有250箱糖，要载去交互大船 Ready 号。长官阁下也互商务员 Frederick Skidel 先生写一张简短的批啦吼简函，交互即只加入船的主管载去遐吼，无特别的内容。即个昨昏所摕起的所摕迄寡材料，就是甲昨昏所摕到的迄寡材料，搁较详细来。列出来吼，因此无必要搁再伫遮搁重复来讲吼。不过也即个斯基罗先生指出讲，伊淡水的商务员 Van Ibelen 所下达关系到加入船 Swartwas 号的错误的命令，就是伊下令讲，伊个 Swartwas 号叫伊航离淡水以前，必须要踮遐修理好势吼。地到该船必须要留踮咧遐遮尔啊久吼，所以阮则因为安尼，阮则欠客船通可用吼，应该要命令因伫淡水吼去铺一寡原木，了后就命令该加入船将迄寡原木载转来遮吼，因为阮遮有诚侪即个木箱吼，有诚侪即个木箱会当从真紧就甲船修理好吼。好，下午呢，又搁重新接纳一批士兵，三队呢也有一寡人改职，即寡改职的士兵呢，会当用来对抗楚地甲摩纳加中间所有的敌对的行动。即寡人将会命令因来坐船航往遐啦吼，遐是指摩纳加哟。美方对北方车内有3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85个大埔，再有7553斤鹿仔肉、1400斤虾啊、33510斤咸鱼、1200斤毋知啥物物件。也有一只篷船出航，下对空白。另外，这表嘛是空白，写几斤蚵仔，165斤的毋知啥物件。1654年10月11号礼拜日，因为上午非常之恬静，无风，下晡风对北方继续吹来，所以上述加入船佛罗摩萨号今仔日无法度出港航行。下晡，长官阁下坐公司的舢板去赤坎，去查看伫迄座新的 provincia 城堡的灵堡的一个楼宫顶，然后会过楼吼。应该用啥物方法来安置规个庄仔吼，并且为着该城堡有关的事务来下达命令了后，长官阁下就伫咧今仔日，伫咧即个下暗转来到台湾，这是敬拜上帝日子。10月12号拜一早起，加入船佛罗摩萨号出港咯，并且真紧航往澎湖。迄时天气良好。但是下晡就大蒙又搁透北风，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51个大埔，再有1980斤的咸鱼，甲100斤的糖水。10月13拜二，风甲天气一如昨昏无改变。最近该动2个士兵带着士官 Jacob Dusseldorp 的批，载着士官 Jacob Dusseldorp 的批，对避难来到楚地的迄个避难的翻译员，今仔日载着2个士兵，今仔日带着2个士兵啦吼，
因又搁拢延长契约3年吼，出发对带2个士兵出发对陆路转去卑南。因有早长官阁下写互上述士官的批，长官阁下用即个批呢，命令该士官讲，关系到伊伫迄个地区里有一寡原住民慢性凶暴之事，伊无需保持冷静，一定要保持冷静吼，也毋通采取任何强硬的方法，但是爱定定思想，定定想啦吼，因为后壁空白，因为啥物空白啦吼，爱用各种温和友善的方法来对付即寡人，无定安尼会当互伊毋免搁再慢性凶暴吼。伊嘛袂当现在就看到安尼效果，伊必须要听候一段时间，一直到发现即个温柔的方法无效，迄时才来采取其他的办法，要对此地派人去增援因的代志。伊必须要耐心，等到明年4月才会当对水路派去。因为阮此地也真欠缺路力，因为阮此地派袂出人去遐，所以伊必须要家己想办法。有2只舰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28大埔载有2757斤鹿仔肉、7320斤咸鱼、290斤蚵仔、700斤福尔摩沙丁、700斤糖水。也有一只舰船航往平湖，坐25个大埔完全无载货物。也有一只舰船航往南部，载7个人。也拢是空船吼。10月14号拜三，即规工拢是好天，恬静无风。10月15拜四，今仔日甲昨昏相像，天气良好无风。有一只舰船对平湖来到遮，坐10个大埔载来34担盐。10月16拜五，游玩是舒适的好天，规工透凉快北风。上午，即个城堡的法庭开庭，下晡福尔摩沙议会也开会决议，将会伫最近用荷兰文、中文甲福尔摩沙语文发布公告，用比以早搁较严厉的处罚来禁止用迄个捕兽机，就是用含子去掠动物啦吼。掠野兽，因为最近发现讲有一寡卑鄙贫惰的人用即个方法探求即个真垃圾的利益，甚至呢，互别人拢无法度通有收获吼。因即个懒散掠捕即个情形吼，严重到毋但已经触犯着公正的拍拉，也会将会造成必须要靠即寡人来医生的即个原住民，即寡阮善良的俗民变成散食破产的后果。为着莫引起即寡原住民的不满，并且对公司的政策产生反感，因为因家己被遐尼严禁使用即个含子，却放任别人咧使用，因此呢，拟定了即个命令。拟定即个拟，我查一下吼。拟定拟吼，我都要读着吼，拟定吼，拟就是亲像比拼吼，亲像比拼嘛吼。群竹嘛叫做拟，群竹为什么叫拟？我都无想袂着吼。判断嘛是拟，摇移嘛是拟。
因此呢，拟定了即个命令，上前请参阅今仔日的决议录，也决定讲，因为萧人的困求啦吼，今年因为风虫造成的灾害，互因的稻作失收，致使因的生活困难，所以今年允准因一道举行一遍的即个塔古里，就是全社总动员出去拍蜡，即叫做塔古里吼。萧人的语言吼，讲叫做塔古里。也商讨关系到要建造一个新的庄仔的市场的代志。建造的地点决定伫个热兰遮城市镇的北岸，对进行即个顾下迄商务员吼，顾就是个性啦吼 ，day rider 伊的赶赴的徛街边仔开始，经过迄条北街。沿着水边来起过去吼，庄仔的市场啦吼，用庄仔贴的市场，伫迄个市场的无溜，要建造一个庄仔起的即个地图，无一定地图啦，但是就是伊是屠宰场吼，关系讲地图，又搁为着要伫个热兰遮市镇有营房甲家乐。会当来用，决定要将伫个市政府边仔迄间公司的厝甲土地摕来做即个用途。迄个所在有一段相当的时间，互厝地的稽查官当做公司互厝地稽查官来免费伫遐住，为公司工作的关系，所以伫遐免费互伊等遐住。但是现在已经空出来吼，也决定要尽量较紧来进行公平所的建造事宜。即个公平所是啥物意思？看无解有即个评理，是毋是要称重的即个平啊？吼，平是天平的平吼，就是平常即个平加一个木字平，公平所。好，也决定要尽量较紧进行公平所的建造事宜。即个代志伫咧其他的事项的详情，请参阅今仔日的决议录。今仔日阮对一只来自平湖的新仔人的胖船收到商务员 Frederick Skittle 先生一张来批，对即张来批阮真遗憾，也真戆领吼，来知影讲，彼得船为南河伫咧顶个月9月12号航离平湖，载着落坡要前往日本，却伫咧本个月9号，就是9月出发，结果10月9号我转来平湖，无航到即个目的地。根据该船的主管规则吼。使要一个月，还未到日本吼。因去到距离密西马28号里的所在，因为强烈的北风阵风透来，所以因决定放弃继续航行。因的大桅杆伫咧途中受到真大的损害吼，但是伊已经用2个渔网帮固定起来。若是对厝地搁再送2个渔网帮去协助因啦吼，该避雷船就会当无需要搁另外换桅杆啦吼。你看了伊这讲这船的代志吼，使一个月使袂到日本吼。这当然安尼讲起来，对公司是诚大损失啦吼。啊，所以迄当阵吼，你驶船是一个足算一个技术工啦吼。你也有你技术好诶人甲技术歹诶人驶诶船，
结果无共啦吼。甚至正风嘛有法度行，就是迄种芳船音，迄西洋人迄个船吼最厉害，就是伊咧芳食风的即个风势啦，食着吼，就算正风嘛有法度行咧。啊，但是我毋知啦，我是听讲的吼，我嘛袂记对看着吼。最近我咧听，我用听吼听，但是伊是迄个讲其他语的吼。我咧听读即个一本书叫做《基督山伯爵》吼，或者是敢若较早拢叫做什么《基督山恩仇录》吼。伊咧讲的故事，就是伫个大航海时代的一个水手的故事，应该是讲一个船长啦吼，但是是足少年的船长吼，20几岁的20出头、23岁就做船长啊，就要做船长啦，但是因去互陷害，所以无法度做船长吼。OK， 啊，你听即个故事的时候，有时啊，当伊就是船长嘛吼，所以有时啊会有比如讲一两段，伊咧发号施令吼，你下即个命令讲啊，船要安怎船，啥物芳啊遐放落来，啥物穿啥物芳话无？啊，船顶水手我毋知影几个啦，吼，7、8个、8、9、10个，可能拢有啦吼，10外个安尼吼。啊，伊着爱下令每一个啊听伊的吩咐去操作安尼啊。所以听起来我就感觉真正是厉害，就是讲你若有法度指挥了好势吼，迄船会当驶足紧的安尼。哦，诚趣味啦，就是大航海时代吼，迄个年代当然即嘛无可能搁已经无可能搁出现啦，即嘛是无共的嘛吼，敢若迄船的动力就完全无共啊吼。啊，所以另外迄当阵你若搞袂晓驶船的，驶几个月驶要到日本吼，讲正风。好啦，当然无一定是袂晓驶啦，是实在原来天气的原因，可能真正驶袂到吼。好，咱继续看咧。10月17号，拜六，早起真恬静，嘛有大梦。阮看见海上北远远的所在有一只船吼，真可能是对偏湖来的大船 Brady 号，因为该船方面要伫咧本个月15号以前要对遐航来取缔。因此，遂命令迄只细只小船装糖，以便出港。要去将糖转装去互上水迄只大船，以免浪费时间。中昼开始透北风，上水迄只船该当一只加油船趁着风来北边交流区下面遐停。迄只细只小船就载着糖航往遐。偌久以后，商务员 Frederick 斯基多先生对迄只前来的船落来起山报告讲，所以即个 Frederick 对偏湖来就对了吼。报告讲，迄只船是 Brady 号，该当加入船 Formosa 号顺利已经到位。迄只蔚蓝号也将会伫咧2天内航离偏湖前来取缔。若遵照后伊命令，已经命令其他也留伫遐的荷兰船。若伫咧天气良好，拢爱伫咧本个月22号航来台湾遮。面对船佩利干号伫偏湖对上述大船 Brady 号转装了429担的苏木甲62担的护照，有几只篷船对取缔对台湾遮吼，摕着命令去偏湖以1担13里尔半的计数，对即只 Brady 船提出2719担的护照，并且以1担15里尔计数。提出了588担盐，也提出了200捆双捆的藤。若无即寡船去提好，另外即只唠到一句话，所以我拄则读着感觉怪怪吼。讲对即只 Brady 船提出2719担护照，并且以1担15里尔计数，到遮才断去后壁才无写吼，后壁佫提出啥物吼。好，咱继续转来遮，佫继续读。若无即寡船去提好吼，安尼蔚蓝号甲加入船 Formosa 号所载去的迄1718箱糖，无可能会当装入去即只大船内底。
现在迄只平台船 Pelican 号伫遐已经用厝地所载去的私用品，已经会当好好啊来修复装备。本国个8号对厝地出航，派往淡水的迄只帆船日兰迪亚号，因为对北方吹来阵风之好，航往偏湖，并且已经伫本国个15号航离开偏湖，若是有可能要搁再一次航往淡水。迄只平台船蔚蓝号的主管也写批来甲阮讲，因无法度通到目的地的情形，其中讲，因经过真大困难，伫9月29号去到北纬29度吼，就是密西马诶，即个密西马毋知啥物所在吼，密西马诶东北东方44号里诶所在。伊咧报告啦，讲为虾米伊使要到日本啦吼？因经过真大困难，伫9月29号去到北纬29度，北纬，即个纬我是读着啊，读毋着。纬第7声嘛，纬 copy paste， 着纬第7声吼。北纬吼，伫咧9月29号去到北纬29度，就是密西马的东北东方44号里的所在。伫遐遭遇着强大的北风，不得已吼只好来翻头。而且咧，因伫7天中间失去了60号里的航程，因为因自从航离开偏湖了后，只敢有2-3天透南风，其他时间拢恬静无风，袂当顺利前进吼。又搁如上述，因为迄支大桅杆不幸对中央破离去，所以因着搁较感觉搁较必须爱翻头回航啦吼。根据因讲，因为该船有所损害吼，有所歹去，真可能被逼来航越台湾，继续前往巴达比亚。下晡2点钟，伫咧厝地台湾的公司的定院里。会得搁落长哦。按照事先厝地所有新仔人居民公布的办法，伫佛罗摩萨议会议员 Frederick 归议啦吼 ，Albert Hoogland、Rainier Dammers、Peter Van Alphen 和 Thomas Peddle 阁下列席的情况之下，由长官阁下按照历年的做法吼，公开发布赤坎浪地上的筹作11说，包括着一年收获2遍和收获1遍的土地，拢按照以前用荷兰文甲中文公告的有关告示发布。就是即项发布一概遵照土地测量师证据所能定新测值吼。因为因发布吼，因是用荷兰文甲中文吼，所以来标的人吼，就是这2种嘛。好，并且伫咧该告示中标明各浪区的面积为标准吼，为准啦吼，如下面所记载吼。即寡浪区的浪地，除了一寡伫咧各浪区标明属伫新仔人头家，譬如讲河滨、宝伊哥、三峡和石泰的即个官户的土地吼，以及属伫队长 Thomas Peddle 的土地，也头一次标明免税以外，其余全部拢应该爱缴纳11税。即寡免征11税的土地，拢按照以前伫1652年的决议，由长官 Nicholas Verberf 阁下来甲因免税。不过，因为阮无法度知影讲迄寡浪地确实的面积的大小，大家拢必须爱接受上述测量的结果，并且提醒大家，若是实际面积比公告面积搁较大，公司袂甲恁追加即个罚金。但是若实际面积较小，公司也不准来减少即个减纳罚金。
白相必须要准时伫咧12月底缴纳白金，不得延误，而且必须以现款缴纳，不得以册来赌吼，来啥赌？赌就是底缴啦吼，赌吼读赌。并且呢，为着要互白金确实来缴纳，因必须要提出可靠的保证人来。为着爸味来查一下赌哩，爸味你捌听过赌无？好，毋捌听过。比如讲摕实物、摕实际上的物件去赌现金，吼、小赌，对，就是赌，吼、这就叫做赌。赌小，对不对？赌小哈，对，赌小，对，就是赌小的赌。赌就是抵挡迄个抵啦，我即马早工里底嘛是用抵挡迄个，拄则大理大书顶嘛是用抵挡迄个抵触迄个抵吼，赌工钱吼。赌，即个就是读赌啦。即个当然除了赌小以外，叫做比如讲，我看嘛，其实赌着人嘛是即个赌啊。遇到谁吼，嘛是就是即个赌，赌好，赌，是吧？就是即个赌，吼。另外是支撑嘛是赌，猛赌。用骹拄的，用骹拄的，用脚撑着，用脚挡着、顶着，有无？这个叫拄。对，迄就是拄。所以伫台语，对，伫台语拄这个音会当安尼用，遮尔侪用法，吼。硬拄硬，讲硬拄硬吼，红的拄白，吼，就是硬碰硬啦，吼。无，红的拄白是另外一句话啦。伊即嘛我读的是台语老师的例句吼，红的拄白，我这红白对抗嘛，应该是这个意思啦吼。红的拄白吼，伊硬拄硬嘛吼，硬碰硬，是人客拄人客拍球，这啥物意思？伊无解释，但是应该是两个，就是两个你对战就对啦吼。年拄年就是每一年吼。好 ，OK， 咱继续转来读一个日志者讲，你要纳即个白金，爱用现款缴纳，袂使用册来赌吼。另外我的使用就是直接用册来赌，安尼即字就会当安尼讲就知影意思啊吼。不可以用稻米抵缴吼。并且呢，为着要互白金确实来缴纳，因必须要提出可靠的保证人，而且呢，还要记得讲，因必须要用因家己的费用去参与去收取因的实物税。大约是安尼啦，就是讲，你纳即个白金，收税就你去收啊吼。收成好，你收得多嘛吼；收成歹，你收得少嘛。所以收多你就趁啦，收少无定你会了安尼吼。但是公司就固定啦，我标互你，你就是摕偌济互我安尼吼。当然是标较悬的人得着吼。不过因会当伫咧每10捆的收成，每10捆放做一堆的无气粒的即个流水当中，自由来精选因上喜意的其中一捆。所以因实物税是安尼收法，比如讲稻仔挂好。一捆吼，一捆刻伫遐，10捆，你其中就抽一捆去就好啊。你家己抽，你感觉对一捆你上喜欢，你家己抽安尼。好，实物税啦吼。对佛罗摩萨，所以你看因收的是收册吼，收实物吼，但是因去纳迄个白金，莫纳现金吼。所以荷兰人就是省事啦吼，我收现金，其他的代志恁去处理安尼吼。
这就是白社制度，就是安尼吼。对过来咱继续读落吼。对佛罗摩萨在即个稻米出口，将油丸像今年嘛要来继续禁止吼。就是袂使出口米嘛，因为即嘛当你可能会饥荒嘛。因此，大家拢袂使犯错吼，以防即个米来起价。希望对上述的条件，大家拢会满意。迄寡农区、甲民籍以及白商，甲因提出的保证人以及白金吼，伊的一张表伫下底吼，一张表就是发北的即个记录啊吼，啥物面积偌大啊，扣色的面积偌大。白商是啥物人？保证人啥物人吼？啊，白金是当偌济里尔吼。我看这我著莫读啊，因为伊全部写即个原文啦吼，全部写原文，毋是讲并大读啊，是读落你可能嘛毋知我咧读啥。来，咱读一条看觅吼。Amsterdam Polder 应该是叫某所在产吧？这个 Polder 毋知啥物意思。我查一下荷兰文。Polder copy。Google 翻译伫对。Polder 就是田啦吼，荷兰文就是田的意思吼。英文嘛叫做 Polder， 等下我来查一下英文吼。Polder。名词吼 ，low-lying and that has been reclaimed and is protected by dikes, especially in the Netherlands。这就是荷兰人因讲的即个田呐吼，就是 polder 吼。好，来，咱继续读吼。Amsterdam polder 吼。面积25，扣色面积10倍吼。伊这单位拢是价吼 ，morgen 吼。白商是 pocket， 保证人是包。白金是80里尔。好，继续读落吼。咱甲认捌一个，虽然即个所在咱根本拢毋知伫倒位吼。Delft polder 13价。好，我甲即个面积就是头前就是全部面积，后壁是扣色面积吼。13价。白商冰瓜保证人保伊哥52里尔，52里尔就是白金啦吼。Horns polder 84价，61价。五瓜保证人起样吼。白商五官265里尔。Andreessens polder 51价又过3/5， 24价。白商统吉保证人保伊哥95里尔。Sonk polder 吼，伊这田吼，拢足侪拢用较早张官的名来号名吼。女子嘛有一道吼 ，Sonk 就是头一个长官 Sonk 吼，后壁佫有 Putman 啊吼，这等下就会看着吼，所以这实际上伫倒位咱已经无法度知影，但是就是用即寡长官号名吼。你若住伫台南，无定迄名留落来，你听看会惯势吼，听看会感觉哎哟，听敢若诚熟吼 ，Sonk 吼 ，Sonk。
93甲又搁2/563甲。白松追高，保证人高一高262尔。女子powder 127甲又搁127甲。济好伊，白松济好伊，保证人39 502尔。Putman's powder 447又搁9/9甲，390又搁9/9甲。白松西高，保证人保一高2032尔。Vanderbilt powder 91甲7甲。白松好高，保证人自高37尔。为什么伊面积91甲，Q 是 Q7甲呢？可能拢无开发的看那些咯。好，不就是什么袂当使用的地啦，烂残啦，或者是海波啦，遐吼。我摇的啦，歹势。Trordonius powder 吼，185又搁2/5甲，185又搁3/5甲，哦，这厉害。实际面积 Q 是加 Q 1/5啦，吼，比实际面积加 Q 1/5甲。好，保证人毋是白松高一高，保证人自高吼，1112尔。Lehmeyer's powder 9又搁1/10甲，9又搁1/10甲。最好高，歹势，白松最好伊，保证人西高52尔。Rotterdam's powder 818又搁7/7甲，776又搁7/7甲。白松高茶，保证人东吉甲恩客车吼，总共4152尔。这上悬的啦吼，4000多尔，这个是介绍上悬的，因为上宽818甲吼 ，Q 776甲。Middleburg's powder 653又搁1/10甲，399甲。白松金沙，保证人包1452尔。David's powder 7甲7甲。白松最高，保证人高一高47尔。Quakebuckers powder 282又搁3/5甲，103甲。栽高吼，白松栽高啦吼，保证人保一高720尔。清水溪以南的农地是38又搁4/5甲，Q 是13又搁53甲。白松六高，保证人叫做兰州75尔。因此呢 ，Q 数的面积是2201甲，所得的白金总共是10921尔吼。有7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做459个打补，再来150担盐、1222包薰草、51捆粗纸、40斤油、1袋红米、3个铁蛙。为后一只胖船对平湖来遮，做85个打补，人无载好。10:15，互我摕点水来啉的。
1654年10月18号礼拜日，天气像昨昏非常的好。伫军阀中昼的时阵呢，加入船福尔摩沙号对大船 Ready 号载号召入来入港。阮对几下对新仔来做因的旁船来到厝底的新仔人遐听讲，伫本国月10号初一，有4个官员来到安海。因是塔坦的君王对北京所派来使者，其中有一个郭姓爷的兄弟是老官员一官的后生，名叫做多谢。多谢一对有字口，看嘛多谢。伊对写有写汉语讲，就是多谢。多是多谢，就是多是渡船迄个渡吼，3点水迄个渡字吼。谢就是什么谢吼，什么官，台湾人讲什么阿谢，迄个谢吼，多谢吼。后壁写讲，根据杨英的《长征实录》吼，《长征实录》是一本书啦吼，就是因迄人来拍台湾的一寡官员，其中一个叫杨英伊所写的记录吼，《长征实录》阴历8年9月21号迄条所写讲，所谓对北京来安海迄4个官员，就是李德、周继武、杜谢甲黄宗明、黄宗明、周继武、周继武吼，武功的武吼，毋捌听过即寡人吼。好。讲其中有一个郭姓的兄弟吼，名叫做杜谢，因早着威廉斯奉命要来非常和气吼，非常客气来，非常平和啦吼，要来请郭姓爷相信上述塔坦君王的善意愿望，并且要来搁较明白来证实做军和别人对号的情形。就是必须要按照塔坦人的法式来剃发吼，就是爱留即个猪毛溜的头鬃啦吼。但是若郭姓爷拒绝如此的剃发吼，因此无法度通对号，就爱甲伊讲，伊将会被完全来消灭。为此，根据因讲吼，已经有1000个即个骑兵吼，骑兵我查一下吼。骑或者是骑吼，骑当然是白话音啦吼，骑是文音的款吼。我看卖。应该两个音拢会使啦，骑兵、骑兵啦吼。我来查看大理大书店有无。骑兵，输入。兵，来，大理大书店收即个音叫做骑兵吼，骑马的兵队叫做骑兵队吼，好，骑兵。因此呢，为着要消灭因啦吼，为着放刁讲你若无爱留头鬃吼，无爱剃即个头鬃，就要甲恁消灭吼。所以呢，已经有1000骑兵。此外，还佫有较侪步兵已经南下来到福州。伫郭姓爷不肯接受一寡条件的时，就要继续南下攻击安海甲厦门，吼，甲迄寡所在完全毁坏，吼，甲迄遐人全部歼灭杀死，吼，全部要杀死，吼，即个歼灭我查一下，吼，歼灭
Ctrl V， 尖就是签，或者是闪吼。走尾就是闪，走尾嘛是签啦吼，签，所以签读闪拢会使吼。我来查，但你大幅顶吼用的即字汉字无？无 ，OK， 签闪吼，即种文言音啦，文言字啦吼。虽然你敢若看起来是有白话读法，闪吼，还是签。好，要甲迄寡地，迄甲要甲安海甲厦门啦吼，完全要毁坏，把甲遐个人全部歼灭吼，刣死吼。郭姓爷听到即个消息了后，命令人甲迄寡使者讲，因会当转去咯，吼，恁会当滚蛋吼，恁会当滚回去，恁会当转去咯，并且去甲恁的主人讲，伊甘愿听候即个战争吼，就是甘愿战争啦吼，要来相战吼，也毋肯将伊迄个中国式的华丽的头章剃掉吼。这是野蛮人的头章嘛吼。后来因为别位莫讲啦，后来因为台湾人留即个头章嘛留惯势啊，要叫伊剪掉，顶都毋愿吼。甚至呢，因为安尼伫北京处死伊的老爸，伊嘛毋肯来听命令啦吼，伊嘛毋肯含伊来讲和。迄时，伊将会为着因老爸的死来服丧，就是来挂下啦吼。伊会为着因老爸的死来挂下，并且要去报仇，因为伊讲过，伊若听从因的要求，伊将会永世蒙羞吼。永世蒙即个羞辱啦吼。物者长存，就是即个污点啦吼，永远会存在吼。伊并且因此来派大队的士兵上北，去到对厦门3日路程的所在，要踮伊遐听候，并且要来食庆饭烧等就对啦吼。伫遐要来对抗塔坦的军队，伊拢写塔坦的其实是满洲啦吼。要伫遐听候即个满洲人的军队的大胆攻击，嘛准备好所有作战的准备工作。伫咧以前偌久，国生爷捌为着贸易，派人送25万两新仔的银去安海，但是接到上述的消息了后，就搁派人去甲摕转来。可能因为安尼担心讲，若是塔坦人攻打啦，迄寡钱会失去，也嘛有可能伊因为爱应付即场大战，需要即寡钱吼。究竟情况将会如何演变，也搁有待时间分晓。不过，为了尊贵公司的利益，阮希望双方伫各方面拢会当排解分歧吼。好啦，人其实即马一定甲皮爱带咧等啊吼，你。陈成功伫长山徛袂在，只好拍对台湾来吼。但是荷兰人无想到会发生即代志吼，其实因对因来讲，这是真意外的代志。这6年后，应该无到6年5年后就发生的代志吼。无，伊65岁就62吼。7年后吼，10月19号拜一，迄只9日船佛罗摩萨号所落来的一个护照吼，迄
迄只细小船伫中岛吼，对大船 ready 好载护照来入港以后也甲所在护照甲落来。即两只船拢伫咧要暗嘛来载糖，搁再出港去装迄只大船。伫即个中间，因为上述大船 ready 好停伤远，停伫北平礁礁区遐吼，若是透强大诶南风，就有去弄着礁礁诶即个危险吼。因此，长官阁下命令即个领港员吼 ，Sir Peters 去命令该大船爱搁较活港口一边一个大炮诶射程诶所在吼，爱刷起啊啦吼。微风对西北风吹来。10月20拜二，规工日头轻微凉快的西风，天气真好，适合航船。下晡，迄只细只小船对大船 ready 好载护照来入港，并且来靠岸来落货。今仔日有4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333个查甫甲毋知几个查某，再来142包薰草、17捆的粗纸、70斤的油。10月21拜三，上午有一只荷兰船出现伫北方海上真远的所在，该船伫下晡来到即个北平停船的所在，看到迄是袂当，就是袂当动即个日本，袂当航到即日本的迄只避雷船蔚蓝号啦吼，对偏湖来吼。伫即个中间，迄只细只小船又搁载糖出港，并且要去对大船 ready 号来载货转来。即只小船行动真紧吼，下午就该动加入船佛罗摩萨号转来入港。阮命令即两只船拢爱利用即个好天紧装载好软吼，风对东北风吹来。10月22拜四。上午非常的恬静，但是下晡都阁有着凉快的微风对北方吹来。阮迄只细只小船落货了后，又阁出港去咯。上午甲下午，佛罗摩萨议会拢咧开会讨论巴达维亚当局伫因交互避雷船坎便号所炸来后，阮的批呢，关系着指派即个下设商务员 Garga DeRider 来处理接替无偌久以前被因阁下停职调转去前任的稽查官，叫做就是商务员，叫做 Adrian Van der Berg 吼，要来接替即个啦吼 ，Gerard DeRider 要来接替即个 Adrian Van der Berg， 担任处理稽查官甲地方法官职务的即个代志吼，关于即项代志，因拢咧讨论啦吼，上午甲下晡讨论即项代志，上述。因的阁下就是印尼总督阁下，也毋知讲即个人 DeRider 干犯了垃圾，而且情节不轻的罪状吼。要接任的人，结果是安尼人吼，就是当伊咧担任法务议会秘书的期间，伫咧处理被停职的下设商务员 Cornelis Porkhoy 的案件过程中。因为上述 Van der Berg 的停职，伊就以公司的名义公开做出非常无老实的代志。伫咧即个过程中，即个 DeRider 遐尔啊严重违反伊的誓约，竟然毫不知体来甲即个 Porkhoy 讲。这是根据 Porkhoy 经过宣誓告白吼，家己讲吼，讲若是互伊报仇，伊愿意来实际帮助伊吼。就是即个被停职的下设商员 Porkhoy 啦吼，即个办即个案件 DeRider 甲即个 Porkhoy 讲若互我淡薄仔好康的吼，愿意甲你帮助吼。即个情况离谱到讲整个的书面的。即个经事，就是讲出来事啦吼，供词啦吼，拢伫咧深夜杜撰吼，然后加入去案卷里，加入去即个案的即个案卷内底。即件事充分显示讲，即个 DeRider 有误点，
因为作为法务议会秘书，已经表现甲遐尼啊无可靠，伊根本更加不配成做即个佛罗摩萨议会一员，并且担任稽查官甲地方法官的职务。毋过，为了要达成因阁下认为讲即个人 The Rider 配得担当即个职务的尊格，全世界展示不公不正。经过多次的辩论了后，总算伫即个议会里通过派任上述即个 The Rider 担任上述职务。为什么结果阁是安尼详情请参阅今仔日的决议了。因为对平湖来到此地迄只归国大船 Ready 号，尽可能来互伊积极装好。现在已经装好要载去巴达维亚的部分的货物，其他货物也将会尽可能继续真紧来装船，以免该船会当伫本个月最后一天已经决定即日天要出航奉上帝的名来航离此地，作为本季第一帮对此地派往巴达维亚的船。顶头讲的即个 The Rider 因为伊这是另外一个指控咧，破口伊指控讲你办我案件的时阵是安尼甲我要乌洗就对了可能这是证据，可能无介充足啦好啦，不管反正就是因过来过去这真正有读到足趣味的一段OK， 为什么人送 message 互我？哎呦，歹势，来咱来看一下即个笔记对。安尼田阳兄讲，今仔日上班互头家嘛啦转厝佮拍囡仔拄笑这个道理公平所就是讲清楚啦公平交易的重要性。荷兰东印度公司长期观察发现，讲真侪即个单啦、店员啊使用的即个动称称重的基准，往往用无标准的石头或者是盐咧进行称重甚至有诈欺的行为。你出卖的时阵用较轻的即个我煞袂记迄粒叫秤砣啦秤砣就是称砝码去收买要收买的时阵用较重的即个秤砣所以伫165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又搁做以下决议，为着要防止尊贵的公司甲善良的居民被欺骗，将任命一个荷兰人伫市镇的一个帮仔所担任即个算就抓个宣誓个的即个司帮员，来公证来帮所有物件。即间即个公平所、公称所啦所需要进行输出货物的称重，互精细就是互扣数会当顺利来进行，对需要伫市场进行交易的即个商品呢，也需要进行公称以保持重量的标准性。好，来田阳兄有分享一个你咱野社市镇的市场，啥物款卖啥物物件，即个 link 各位等下有兴趣去去看卖我即阵转去有去台南迄个历史博物馆去看但是内底野社资料其实无讲介侪啦，一滴尔有一个模型会当看着好，田阳兄阁有分享讲是宜兰市即卖还阁有公称大清的时期为着要平息交易纠纷，伫市集附近的灵会庙内底有设公称。战后初期，宜兰市公所为着要防范生理人偷滚减抢、延续传统，设置公称
我读钢琴啊，我毋知是爱读钢边还是钢琴吼，应该是我毋知吼，知影再甲讲者。并且委托水果类、蔬菜类、番薯类、茶炭类等等4个工厂管理人，规定各类的物产只敢会当找该类的管理人来称磅吼，并且呢支付手续费用。每一位工厂管理人按个公所交26块的管理金。工厂会当讲是市场公平交易，哦，童叟无欺的象征啦。吼，今仔日北关市场游园的沿用吼，当然好，我哋就是需要就是摕去工厂称吼，各磅者，讲你甲变吼。好，感谢咱我今仔日是拜几吼？拜三好，咱明仔载再搁继续来读吼。我今仔日读超过时间啊。我来归房吼，感谢各位。多谢阿凡，多谢大家。